宁夏的技术训练就是这样的呀，顶对个老种这样的，都是没谁个达到马线呐。我说天天咱们就是因些呢，别是吃看不起了，你当这一当，真正是嘛的没天天吃不赢呢，老年送心啊做，真正是个他推出阶段，老张这样个推出的，推的个难，推的个少。第一人里呀，吃干部是老晓得的，如果就是没事干部，干部早上电脑单呢，没事他常常在这个地图的，哎，你就是呢，就电脑短短那个说了，就全国嘛都说差不多呢，干啥事呢？不过的，我呢打干部场上了老得给下去，他还全就干了，哎呢，吃干部是老些，老张这样苦穷嘛说，哎，杨那边的人差些要不能行，全。新些论这些的了嘛，清这些点些，就穷年人的，他爹要嘛的，这搞不讲讲带些，他差不多钱是俺们是穿了就是那个年个多啊，他真的人这个把他上个这个超雄也把都是拆了呀，他可能是超肉都从让钱的没是点了以内，老当这缺氧我吃了，论这些开群主的，他那想不起来别开这么多啊。缺氧我想不赢呢，亲戚干嘛这啥的嘛，吃了嘛全不赢呢，可技术拿了了呀，确现在给爸爸想不赢呢，这个了吧？那么久也别拍马送啊，看那什么是搞的吧？是吧？真的没赢的真的，然后刚那个样子，研究这些，就干嘛这啥的，研究达到现在要我嘛些呢，技术拿了了呀，呢，可以平均出来那样个那个，基本上个就能超量这样个那个，单单要说什么些呢？他的